德县新埔远东新世纪化学纤维厂半暝3点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9人受伤。劳动部依法下令停工。民众3千做一名行政院张德英台同意，再增加10万档的公费流感疫苗，限定65岁以上幼囡仔，也有11类高风险族群使用。平湖警方怀疑一间人家厝有藏枪机车无塑胶剂，警察专用手枪枪支留伫现场。警方表示了后，调查了后会来照规定处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新德县新埔远东新世纪化学纤维厂半暝3点时阵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9人受伤。业者除了甲民众会师的以外，这新德县长杨文区和这劳动部及安署警官也拢去到现场，初步判断是这热煤油泄漏所引起的爆炸，依法下令停工。检方即摆也要继续调查厘清事故原因。乌烟瘴气的天顶，火烧未停，将对看水线拍火，伫外口拍火也入去内面救人。伫新德县的远东新世纪新埔化纤厂发生爆炸意外，声音真大声，威力也真惊人。伫厂房内面至少2个人死亡，拢是本国籍的员工。另外有19位本国甲外国籍的员工轻重伤。火警有发报，发报的话，主管的话派人去看，看的话旁边有些单位人去支援，支援的话到那边的话，那个气体因为浓度太高，就突然爆炸。这件重大工安事故发生伫咧7日透早要3点，案发了几点钟，厂房依然有高烟，将伫继续伫咧现场警戒。业者讲，伫警报器响了，值班的主管随去看，也阁未会查什么原因，也未关开关，就发生爆炸导火。远东新世纪也发重要信息讲，对生产营运也阁财务业务并无重大影响，造成社会不安向民众回失的。初步分析，聚酯棉厂房的部分管线有漏，所以才会发生爆炸。新德县长杨文区一早起就到现场，也进一步说明。初步看起来，原因是导线原油有漏。它是一个重酒厂、一个棉料厂跟一个吃漆厂3个地方。那发生事故在1楼，那初步判断是这个道生原油的泄漏。杨文科讲，详细原因也搁等待调查。不过，案发的新埔厂，搁加上这边的意外，6年来已经有5遍火警。工安事故这么接，即马相关机关也要彻底调查火灾原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除了新德这化学纤维厂发生爆炸，亲像进前屏东民也发生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112人受伤，其中也有4个警消人员不幸来殉职。针对这款的情形呢，立法院会3读修正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500万，是希望减少意外发生。不过专家是认为讲，应该爱去检讨这企业防灾，看厂房的特性来制定相关的防灾，也有应变措施。火昏杂死，2个消防员工厂烧出一粒大火球，爆炸声一直响。2023年9月，屏东的明阳工厂大火，造成10个死亡、112个受伤的悲剧，4个消防员不幸殉职，检讨声不断。今年7月，立法院会3读修正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工厂业者若是无依照期限申报危险物品，违反申报规定，还是申报无实在，主管机关会当处工厂负责人相关500万以下罚款，搁下令限期改善还是申报，到时阵无改善还是申报者，会当按盖处罚，罚款提高100倍。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新法要把跟它火灾不发生是2回事。这个新法是怕消防人员去救灾的时候，因为它发生爆炸，所以要搞清楚危险物品的种类有哪些，存量多少，火灾会一直重复发生，那业者要负最大责任。他可能在预防做得不好，他可能在应变也做得不好。今仔动法也是无法度避免工厂大火再再发生。台湾7日伫新德新埔镇一间化学纤维厂发生气体爆炸，造成2个死亡，19人受伤。今仔最近都有5件重大火灾事故。2024年12月，台中大都专联川毒导火，造成9个死亡，7个受伤。2023年中华宝岛联华食品工厂火灾，
造成9个死亡，13个受伤。2022年杨梅家乐福大火，搁还是一群消费39亿天价的财损。像今天的这个远东化纤的这个大火，其实大家比较质疑是说，是不是因为工厂的管线或者相关的这些设施设备太老旧了？很多的工厂在老安设施的时候，可能不愿意投资太多，不愿意及时的汰换管线，对工厂来说，往往是一个不会立即有回收、有利润的一个成本。那点出工科法的条文内容，甲现实无同。工商协会嘛指出，地方政府、监督单位嘛爱全部检讨，包含人力欠缺的问题、复杂客载的次数，也有是不是有确实执行，同款是需要关心的防灾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高安最近这2天呢，有真侪民众通报讲有闻到这塑胶的臭味。环保局表示讲，是因为隔壁的中华小连续有塑胶厂，也有回收厂发生火灾，包括着这西螺、启东、斗六等地区空气拢受到污染，也提醒民众出门就要挂水喊，做好防护。一个载民众来到西螺堤防运动，嘛是持续闻到空气中充满烧塑胶的味。有民众表示，安尼情况已经持续第2天。闻到的味道是怎样？都塑胶的味道啊！烧塑胶呀？对呀。会觉得受不了吗？不爽快，就是烧东西臭臭的、啊。对，然后有很像烧垃圾的味道。不止云林西螺有民众通报，包括后尾、启东和斗六地区，拢有人闻到臭味。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是这2天中华陆续几件工厂火烧事件。有明显的烟尘往云林飞过来受影响。彰化县上丰处，它辖内2座塑胶工厂及资源回收厂发生大火，造成这个烟尘逸散的一个状况，而影响本县哈。那云林县环保局也接获到彰化县环保局的一个通报，立即启动监控这个烟流的一个动向。那目前依照微感器的观察云林县辖内多处的一个下风处的乡镇。有烟尘受到烟尘的一个影响。云林县环保局表示，6号上午，云林县辖内环境的风场偏东风，台湾西北边扩散条加歹，污染物容易累积，云县内空气品质达到预警初级等级，也希望民众避免户外活动，加强喘气防护。公司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即摆各地头大家也是3钱要注疫苗，也因为这公费的流感疫苗安算1礼拜内会注了。卫福部长邱泰源今仔日就咧行政议会提出着这紧急采购流感疫苗的报告。行政院长杜英泰同意搁再增加10万吨公费流感疫苗，限定65岁以上民众，也有幼囡仔，甚至是11类高风险的族群来使用。诊所门口护理人员详细对资料，还有人专工请假走一抓。为8月开始，受到家人饲鱼湾熊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各地大概是小济要注流感疫苗。非常严重，所以就想来保护一下自己。有现货可以打的话，那就赶快打。自己诊所有在加订这个自费的流感疫苗，那也就是一到货就全部都被打光。诊所公费的疫苗早就去互注了，还有80支自费的疫苗，嘛是2天内就注了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最近这2礼拜就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云林县嘛公布今年1月份2个流感并发肺炎死亡的个案，其中一个20多岁职业军人确诊 A 型的流感，过2天照电光耳朵规个变白色的，隔2天宣告死亡。采纳行政议会，卫福部提出紧急买10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行政院随同意。这次紧急增购疫苗所需的预算，将比类采购114年秋冬流感疫苗预算之内，买疫苗是要争取时效，而且大家都在抢，争取解放上市的相关预算里面抢进秋冬流感疫苗。这批10万剂的疫苗会提供予65岁以上的社会人、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长照机构的对象，也有满6个月以上也未读国校进前的幼囡仔，甲有新的人等等，11类原计划第1阶段的对象来做。行政院嘛强调讲，会请卫福部赶紧依法办理买流感疫苗的流程，照顾高风险族群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流感疫情当咧加悬，根据着这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统计，今年过年急诊的人数甲英国同期来比是加3成到5成，其中这流感甲胃肠炎的病人是加要到5倍。一礼拜5又有冷空气要到位，医生也要提醒民众去到人较济所在，就要挂嘴暗、接洗手，减少胃病风险。
病院急诊室内底有袂少等要看病民众，除了胃肠炎的病人以外，也有侪患着流感的民众。根据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统计，今年过年的急诊人数甲过去比，加出3成至5成，医护人员无用气气。今年春节年假较长，气温偏低，人潮拥挤，因此本院类流感患者多达260几人次，比以往春节多3至5成。年假结束，国内流感疫情开始热悬，其中中华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全部注了，干那部分的诊所有自费的疫苗。即阵也风声讲，因为无易风声通知，出现民众抢要买流感抗病毒药的现象。中华卫生局是强调，就要遵照医师开的处方来食流感抗病毒的药啊，千万唔通乱食药啊。智慧的，我们现在在预约，也是剩下很少量。用症状治疗，症状例如发烧，例如脱水，用症状治疗是最重要的。无任何症状，嘛无感染到的时阵，其实你无需要讲家己传这个克流感，而且克流感药嘛是一个医生处方的用药吼，一般药局是袂使家己买吼，你家己买这个药来食嘛，对这身体无好。卫生局表示，爱有流感的症头，食抗病毒药才有效，若无颠倒会出现抗药性。也若目前中华县65岁以上的时代，流感预防针的注射率有5%。卫生局表示，已经有达到群体保护的效果。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个拜六爱补班哦，这爱上班的民众一定爱加脱领衫。虽然拜四这阵寒流有较弱啊，不过这拜五下晡又过另外一阵寒流要落南。气象署表示讲，对拜五暗时开始呢，温度就落真紧。预估拜六礼拜是上介寒的时阵，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呢，干那8度到10度，也那其他地区是10度到12度的低温。玉山北方山头看一颜色，虽然拜四寒流有减弱，不过温度依然真低，所以玉山北方气象站阁有一寡积雪。气象署强调，拜五下晡会有另外一波寒流接咧到位。拜五暗，全台湾各地头降温的速度会真紧，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其他所在也拢剩10度到12度。在周六的晚上开始，整体比较冷的情况下，将会是落在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都是有机会来到8至10度的低温，而其他地区也加上10到12度，温度真的非常的明显的寒冷哦。气象署表示，未来这波寒流会持续影响到后礼拜一、拜四暗到拜五规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可能会落雨，拜六开始转大冷，雨水渐渐减少。从周六到下周一，受干冷空气影响，所以整体的降雨的一个区域会稍微限缩，会由原先桃园以北地区逐渐限缩到大台北、基隆北岸以东半部地区。气象署表示，拜四到拜六透早水气较高，中部3000公尺关山有机会搁落雪，也若北部2000公尺、东北部1500公尺关山礼拜也有可能落雪。气象署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大，拜六礼拜上寒，全台冷叽叽，民众一定要加脱衫，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澎湖马经分局侦测队测试透早，警方怀疑一间真家厝有藏证机，去敲了后无找到物件。不过警方却甲枪也个枪支留伫现场，厝主的后生也赶紧甲这物件送登去派出所。警方表示讲，这款无头绪的状况，调查了后会照规定处罚。民众发现因兜椅仔顶有一个牌仔，甲拍开了后，发现内底有枪，烦恼去往误会偷藏枪，所以赶紧报警察。伊怀疑这个牌仔是顶一日去因兜所在的警察无细致拍家楼的，不过伊敲电话去派出所敲2摆，所了红局是讲是来乱的，佫较烦恼若无细致爱去共打罪。请派出所他们过来拿，然后他们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恶作剧，然后又要转去东卫派出所。我说我就捡到一把枪，你们过来拿一拿，有这么麻烦吗？然后最后讲一讲，他来叫我自己拿过去这样。一直到测试再起，民众亲身把这卡牌仔送去另外一间派出所，警察发现内底有手续票、无线电、小电脑领机证，还有一支枪甲24粒枪支，赶紧通报定时。原来这卡牌仔是澎湖县马经分局侦查队的一个警察的。测试透早，警方怀疑一间人家厝内底有人偷藏枪，所以找手续票去搜查。这片区提的任务，不过伊的枪顶顶的装备煞拍家楼去。侦查队同仁在2月4号进行拘提搜索的时候，将个人携行装备遗留在嫌疑人的住宅中，
关于本案相关疏失的同仁，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惩处。苏当时伫现场并无查到可疑的物件，警方先甲嫌疑人躯体移送地检署。警方回应讲，当人搜查了后，就随发现伊的牌仔拍无去，加在有找到倒来。除了检讨改进，嘛会提醒当人任务结束了后，就要确实检查装备。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昨传出讲无钱发薪水，是因为政府的补助也未拨落来，1月薪水延后引起议论。公路局今仔表示讲，是业者伫过年之前无送件，咱国光客运也发出声明讲，今仔日已经有补发薪水咯，甚至是强调讲因的营运无问题。实际走访国光客运单车的所在，离峰的时间驶去桃园的帮厝，一台车无够10个人坐嘛，共款发车；驶去基隆含金山的路线，旅客虽然较济嘛，共款无坐满。有台铁那些的话，我一定也会先选时刻表都看得到啊。你要往基隆市区，我们又不通路啊，我们是金山线的啊。国光客运传出1月薪水是延后发，业者讲因为政府9000多万的补贴款还未入效，才互国光客运第一摆发薪水延前。但是主管机关公路局厘清讲，9000多万的补贴款一寡属地方政府，属公路局的公路客运亏损补贴6500万，是业者无伫过年前提出申请。2月5号就是2400万的部分，国光客运已经来申请，我们也审核完毕，来做拨付。那未来呢，其他的部分呢，我们会积极协助国光客运呢早日完成申请及审核。国光客运发声明讲，因应各道客运过年拍6折的优惠，业者必须要先出钱，加上过年前后休假等资金的需求比较早搁较济，造成延迟发薪水是单一事件，并不是营运困难。员工的薪水嘛拢已经发啦。不过来看统计数据，国光客运伫疫情进前2019年的载客数够3100万人次，但是疫情过后的2023年，规年的载客数衰退3成，成本搁得起，营收减43%。第一个，他找不到司机。第二个就是有不少家客运公司，因为过去疫情的期间，财务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可能导致他在财务调度上有一些困难。学者分析，在疫情过后，所有的各道客运拢因为欠工，平均运能衰退，真侪帮厝无够卖，嘛会造成旅客无济。咱国的公共运输当年拢是用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对民生的冲击，造成无法度反映业者合理的成本。建议嘛是爱互票价合理反映成本，回归市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若阵接到这无熟无识的电话，唔通甲伊提上，甲挂掉就对啊。这台东最近又有民众接到电话，卡来问讲，要看卖我是虾米人，一款正古早的诈骗手段。警察局今仔有特别邀请这金牌刀手林玉民来分享，提醒咱的民众面对诈骗，就要提高警觉，详细查证。内政部统计，顶个月台东县诈骗案件全国上少，诈骗的手法一直伫换新，不过也是有早期的旧部数又搁出来骗人。台东分局最近就接到一件较早捌发生过的，又讲我是谁的诈骗案。一个查某人接到叫做查某囝等的电话，爱厝的人汇36万来帮助伊可怜的同事。查某人去银行汇款，去行员通报警方来处理，成功阻止诈骗。确认了，然后用手机拨打电话联系女儿，确认后是否有此事，发现女儿并未拨打电话要求父亲汇款。警方强调，拄到好亲像诈骗的部署，上界重要就是加做查证。再去台东县警局，就邀请世界杯金牌投手林耀民来广告反诈骗。林耀民伊身边亲友拄到纠集，也甲投资诈骗的案例，说明真正爱查证，避免人财两失。165的那个仪表板其实是蛮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跟我时不时去滑一下。民众能够关心这一些诈骗的案件，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才是重点。我表示，警政署设立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诈骗方法，让民众了解，呼吁民众拄到好亲像诈骗的资讯，一旦前网络查询，也是询问就近的派出所，提升警觉，好好查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麦这个风波是假未煞，美国总统川普车时宣布要接管加沙，要求巴勒斯坦人就爱到加沙以外所在定居，引起批评。有真侪国家是跳出来反对，加沙地区的民众也开始登记迄个所在重建家园，也讲家己绝对袂离开家己的土地。联合国也发出声明警告，任何强迫别人离开的行为，拢算是种族清洗罪，也警告这川普政府唔通违反国际法。
美国总统川普这时宣布要长期接管加沙，要将加沙改造做中东维纳海岸，呼吁将近200万巴勒斯坦人找其他所在住。虽然国际反对声音真济，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煞甲这形容做，川普是烦恼到加沙协助中建，真拄未波段的时阵，烦恼居民受伤，则要求居民伫加沙以外的所在住。And the only thing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very generously, in my view, is off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ingness to step in, clear the debris, clean the place up from all the destruction that's on the ground, clean it up of all these unexploded munitions.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will not be able, the people who call that home will not be able to live there. 虽然安尼讲，川普的提案有原引发除了以色列以外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反对川普的做法。They must be allowed home. They must be allowed to rebuild, and we should be with them in that rebuild on the way to a two-state solution. 除了英国，德国总统施坦迈尔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川普的提案，认为这生出新的痛苦甲羞愤。巴西总统卢拉认为，在加沙发生的代志都是种族灭绝。美国冇参加这场活动，无应该是会当接管加沙的国家。而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嘛表示，若是互强迫流离失所、甩移人口，就是违反国际法。加沙嘛无属于美国也是以色列的，伫自国权有争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嘛提出避免种族清洗警告，佢一摆强调要用2个方案来解决以巴冲突。It is vital to stay true to the bedrock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essential to avoid any form of ethnic cleansing. A viable sovereign Palestinian state living side by side in peace and security with Israel is the only sustainable solution for Middle East stability. 在以下冲突停战期间，已经陆续有巴勒斯坦人登去到加沙开始重建工园，居民爱川普卖面包，因绝对袂离开家己的土地。إمكانية إحنا ننزح، فيش إمكانية ننزح، هذه أرضنا، واحد ينزح من أرضه قسرا، لا والله فشخت عينه。综合英国媒体 BBC 甲英国学者甲专家的分析，川普的提议有可能无法度实现，不过会引发后续，包括以色列政府用这来拒绝停火等等的效应。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美国总统川普才上任2礼拜多尔，就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全国性反川示威。这示威者就批评讲，川普打压非法移民，限缩下性别者的权益，而且强迫巴勒斯坦人前离开加沙走廊等等。这个抗议者呢，因是举牌啊，顶头写讲拒绝极端民族主义、捍卫民主者的标语，批评川普上任了后的行政命令，拢是伫咧行回头路。Trans kids are under attack. What do we do? 纽约市政厅公元5号组织100多人响应网络发起的 #建立抵抗势力加 #5抗议，也就是代表50州50场示威同一天的反抗运动。是为第16任总统林肯盖茨堡宣言的名言。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国家，互示威者改造川普拥有马斯克治理有钱人享受的标语牌，敲洗这个世面。Look at what Elon Musk is doing in the Treasury right now. It's a complete coup by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not elected. Nobody voted for these people. They're subverting our democracy. 加州、德州、明尼苏达、密西根、威斯康辛、印第安纳、阿拉巴马这些所在，即天拢有规模无共的街头示威上场，理由为打压非法移民、限缩跨性别者权益，到强迫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走廊等。示威人士批评川普所颁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是伫咧行倒退。另外，川普初五就伫一大阵女运动选手做阵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理男性的跨性别选手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With this executive order, the war on women's sports is over. 川普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有效结束所有伫公立中小学甲大学等对女性运动选手的欺负，来做允准跨性别者参加女子的运动队伍，也是进入换衫间，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佮要求国土安全部爱照办，无发放签证予同款背景的国际运动员来美国参加比赛。出名的前职业自单车赛选手，捌伫国际奥会成功捍卫跨性别运动员权利的克里斯汀·沃利，伊讲川普所提出的理由甲数字根本无正确。Today is another example,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seat and position power in the world, watching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iculate complete, utter nonsense and doing complete harm to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in his own societ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ill have generational harm. Long term. 另外一方面，伫阿拉巴马州州长凯伊测试到签署法案，呼应川普敢若承认男女两种性别的主张。伫华盛顿州了后，马里兰州联邦法官切5嘛以违宪的理由停止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Trump 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了后，即马以色列也对咧宣布要退出人权理事会。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也宣布要退出 WHO， 而且要搁再禁止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变性。伫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了后，伊亲密的盟友阿根廷总统米雷基也决定对美国退出 WHO， 并且透过发言人讲，不准国际组织干涉阿根廷的主权甲健康，也强调阿根廷将来就无对 WHO 得到医疗相关的资金，所以袂影响服务品质。Por el contrario, le da al país mayor flexibilidad para implementar políticas adaptadas al contexto e intereses que requiere la Argentina, así como también mayor disponibilidad de los recursos y reafirma nuestro camino hacia un país con soberanía también en materia de salud. 阿多尼讲，退出是因为伫咧卫生管理方面意见正无同，特别是伫咧新冠疫情的期间。阿根廷即马每年捐差不多800万美金，所以估计对 WHO 未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美国是上大的个别捐助国家，2024年的捐款差不多是9.5亿美金，占总预算要加15%。美国按算伫咧2026年1月2日正式退出 WHO。BBC 报道，若是有国家退出 WHO 作为全球卫生机构的信誉，将会受到打击。阿多尼也阁宣布禁止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变性。Estas intervenciones a las que se expone a los niños es un grave riesgo a su salud, tanto física como mental, ya que implica una interrupción en su proceso de maduración. Además, en muchos casos los efectos de estos tratamientos y cirugías son irreversibles. 另外，以色列也得到美国的卡布，伫初5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讲，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施加100多项谴责性的决议，以色列未搁再接受这种歧视。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咧去年底，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市平区顶5个人含这大肠前董事长吴乃仁等人食饭，引起质疑。专案经过北检行政调查，发现讲因食饭是开袂到6万块，而且是做这人力资源的业者来出钱的。认定这姓市的检察官并知影讲这吴乃仁会来，安尼受人款待有威胁的情形。那这5名检察官呢，拢奉送到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伫高级的日本料理店用餐，真侪个北检检察官受连续离开。不过去年底这场餐会，互人压出，将大肠董事长吴乃仁有参加，因为吴乃仁牵涉到大肠买地弊案，检方共度用餐嘛引起争议。经过北检启动行政调查，查查结果公布，认定出席的5个检察官拢有违失。检方食的这顿饭餐费我买6万，拢是主人人力中介业者付的。由于请检察官市民区找吴乃仁参加，另外4个检察官是市民区以同事食饭的名义邀请来参加。北检认为，准讲食饭无牵涉到个案拜托还是公情，嘛无职务利害关系。不过已经损害检察官公正清廉的形象，全部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做个案的评鉴。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有这种餐饮接触，不是这个问题了，而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对我们社会上的一般民众，会对检察官的那种公正廉洁的形象，是不是会产生打折扣，产生质疑？调查报告指出，市民区对吴乃仁出席应该知影，故意超过正常社交礼数标准接受高级餐宴。案件互人压康了后，虽然有付清楚餐费，不过伊约人加身份职务明显无适合的餐会活动，会影响司法尊严。受邀请出席的其他4个检察官，准讲事先拢唔知影，不过随便互人请，嘛无随离开，行为共款无准则，失去谨慎。
在讲检察官伦理，是因为他有职权，他要很小心，外观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不公正的，可能会有交易，会有不当的一个交换，这样的情况都是不行。比起一般民众，民间事改会表示，检察官有更较侪职权，讲甲做爱更较注意，唔通无准则。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去年10月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事后有人发现讲，这病院有真侪所在拢是违建。病院的营务院长苏清泉，甲伊做总部长的阿兄苏伟祥，昨户去检方叫来问话，落尾是依照过失致死顶罪嫌，以500万、300万交保。6号早时，国民党屏东县东部新村团派立委苏清泉早到现场，成为安泰病院永义院长的伊5号和屏东地检署以被告的身份传讯。现在还在侦办当中，所以我不方便透露细节。但是我跟大家报告，苏清泉跟医疗团队是救人，照顾病人，是我们一生的职业。屏东地检署表示，苏清泉还有总务长涉犯刑法过失致死罪，还有建筑法有供营业使用事实的建物，违反建筑物合法使用结构设备安全规定，使人死亡。2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苏清泉以500万交保。上午受访的时阵，伊讲话真保留，毋过团败时阵致辞，伊嘛讲到心内的无奈，希望支持者相信伊的清白。既然会被累被告，所以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医疗的使命五味杂陈不过我还是会勇敢的面对东港安泰病院造成严重死伤，检方向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来侦办。进前已经有水工技师员工、安检机构检察人员2个人列被告，这届佫甲苏清泉甲伊哥哥列做被告。检方表示会持续调查，查明事实，还有责任归属。公司新闻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讲到这届朝野大罢免，这既然有民间团体也要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陈俊武本人表示讲，伊任内为宜兰争取到超过495亿的建设经费，绝对会当受正人的检验。在满社风雨罢免陈俊武的口号声音当中，民众去联署站签名支持罢免立委陈俊武。宜兰县民间团体就发成阻罢免陈俊武的电线联名，以满社风雨为口号，呼吁县民来参加。财划法里面每年可以为宜兰人增加128亿，结果我们宜兰人的立委竟然不支持。参加联署的民众嘛认为陈俊武无替宜兰做代志，目前的表现嘛无好。而且在违法修法，要替宜兰增加128亿的预算，陈俊武煞是无支持，恐无法度接受。他没有为我们做事啊，民进党又恶劣啊。这几百亿对我们宜兰县县民呢，多大的帮助啊！结果呢，他竟然没有赞成。不过，有民众认为讲，罢免的行动浪费社会资源，甲百姓纳税税，实在是无必要。若是成案，因嘛袂去投票。蓝的要罢绿的，绿的要罢蓝的对啊，就罢来，整天罢来罢去。我觉得很浪费社会资源，我还是不会去投票。对，因为说真的，这种就是针对特定有心的人士在操作的东西，那我们就静观其变。未来中央跟地方的这个补助款跟配额款的部分，如果再做重新调整之后，对于我们相关重大建设会不会造成更加剧烈的影响？反倒让宜兰县的这个建设没办法向前。面对罢免团体批评陈俊武反对在违法修法，陈俊武回应讲，伊并不是反对，是认为修法的过程袂当伤过潦草。若向修法，恐惊会减少中央对宜兰竞争性的补助，应该好好来评估。而且伊嘛强调讲，伊伫任内为宜兰争取495亿外建设的经费，这顺率有甲100%，是方考袂到的。公司新闻宜兰报道。即马人工智慧当前也引起治安的疑虑，行政院有下令讲，这公务机关全面禁止使用中国DeepSeek AI 服务。那准是公立大学也有研究机关必须爱使用，会当照规定保存许可，采取必要措施了后才来使用。或者提醒讲，公务机关就要定出规范，也要加强监管的 AI 使用，才当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
最近 AI 渐渐进入大众的生活，不过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搜索 DeepSeek 推出的人工智慧模型，引起治安的疑虑。行政院下令公务机关全面禁用。行政院已经宣布了，公务机关立即全面禁用 DeepSeek AI 服务。公立大学及研究机关有使用的需求者的话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报准核可，采必要管制措施后再行使用。为了影响新形态数位服务产生新的治安风险，导形态嘛要求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一律袂使使用中国厂牌，也袂使装非公务用的软体。另外，若是公立大学甲研究机关必须使用 DeepSeek AI 服务产品，一旦照规定报准核可。遵守以下的规定，包括要指定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员使用，使用的理由消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另外，以不含个资资料的电脑单机将其下载，并且断软使用较为安全。所以 AI 素养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今天不是说人家有一个好东西好用，我就赶快去用。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有一些包含个资的这一些资料，其实是不应该要直接丢到生成式 AI 上面去做一些处理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生成式 AI，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学者提醒，各公务机关要有内部规定，就是对高风险网络的遵守限制，嘛要加强人员的 AI 素养训练，就是个人的资料加智慧财产保护这的配套措施，才当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成效辅导办传公布2025高中生上届介意的前100名科系排名，第一名是政大的法律系，而且前100名内面上届侪就是法律系，有10个系入去名单内。专家也指出讲，就算这目前呢，这电机理工自信这科系当前，社会组的学生也是看重就业，选择出路较明确的。大学学测的成绩在2月25日公布，考生会开始准备报名个人的申请。对一寡科系是考生会特别注意的。大学文网站公告过去一当中总5319万条的浏览数，对全国2658个科系去做上侪人点入去看的100个热门科系排行，结果发现讲就业取向的需求更较悬、更较明显。理组的电机和资讯科系排名是全面提悬，文组的法律系有10系入榜，整体排名起立，政大法律第一摆摕到第一名。其实反映了社会组的焦虑啦，因为其实去年整个 AI 打下来之后，老实说，社会组第一个是在高中分组的时候，自然社会组选组人就变得少很多啊，但是还留在社会组人就会担心说，那是不是连念社会组就是毒死？他将来只要国考考过了之后，他又比较高，就是在社会组里面比较高薪，所以反映出来的当然是比较合理啦。台湾半导体 AI 在科技产业的合作是愈来愈多，正需要有智财产、国际商务这治安法务应用，这拢进一步提升法律系的关注度。有高中的教务主任嘛指出讲，今年学测的数 A 偏较难，无排除有少数理组的学生嘛走去了解。它是采据国英数必设嘛，对，所以如果假设他数 A 考不好，他数 B 相对考得蛮高的话，也许他们会去考虑看看。大学文指出讲，国考证照 AI、半导体、金融这相关科系入去榜内拢增加，科大部分有11系入榜，主要是医药和设计相关科系。和前一年比，国立大学入榜的科系对76系减少到69系，私立大学是对24系增加到31系。招牌科系拢有入榜，这明显是和私校学费的补助政策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呢，这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震，也让这台南东山地区不少行营景观的灶坑拢废弃，当地有250户的厝受损，建筑废弃物的清运也变作是一个问题。公所表示讲，因会先用因的预算来处理，不过也是需要市政府来补贴，这钱才有够。农民买靠无目屎，因为今年打开80万起好的肥皂坑，所以顶日来地动又甲歹去，土窑壁煞死价，有的是规则拢放落来。足侪搭共款嘛拢安尼，伫台南东山遮真出名。逐当8月，因拢用土窑古法来行景景观。农民本真欢喜今年林景的大收，8月通背来卖。无因天灾甲因讨债器具拢破坏去，农民无奈讲，即阵建材拢起悬，就毋望政府甲因斗3工倒去南关。像我若今年啦生，讲起来是东山的大生年啊。我无法度背啊，无法度背，要等明年啊。台湾南部这摆断层太多啦。啊，阮的肥皂坑哦，常常你安尼放也袂使，因为阮这是土坯啊，土坯咱较无地基啊，
地动已经半个月，不过从外口这边30米长的庄仔墙全部倒去，有的土角是妨碍到人过路通行的状况不正济，到今也未处理。有民代指出，这个楼厝早期咧起的时阵，大部分拢无申请建物保存登记。地主这阵若是要清理建筑废弃物，无法度申请，机关希望市府通向中央争取补助。嘛唔敢讲全部问政府啦，像这阮嘛是爱家己的安全，阮嘛是爱家先开啊，无要安怎？对政府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你这里有房子。那像他这样子产生出所谓的建筑废弃物的时候，一来政府没有办法帮他贴红单或黄单，二来它的建筑废弃物，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到底这些建筑废弃物是从哪里出来的？现在由环保局以及市府民政局的区公所来处理这些业务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编列预算来有所指引。东山区公所统计，厝受损的案件已经通报超过250件。公所讲部分的经营公所经费来清运，其他嘛是需要市府补贴。环保局讲会配合公所提供场地，互因倒废弃物，协助居民重建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日听到这高雄寿山的台湾狗会共抢食的，不过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兵区大做调查，讲这寿山地区狗的数量已经和10年前来比减少4成，全无1000只。主管处表示讲，这代表禁止饲狗的政策有发挥效果，或者狗的数量逐年拢在减少。不过来这爬山的民众也是认为讲，这狗有关是真济。一大群台湾狗伫步道顶悬喐来喐去，将镜头划过来这边看，这只狗唔知去倒规抢鞋来。高雄寿山的台湾狗这个唔惊人，已经唔是新闻啊。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兵科大调查，寿山地区的台湾狗数量，甲10年前比起来减少将近4成，目前剩较无1000只。咱实际问来爬山民众的感受，伊讲哪有可能？无啊，增加足济哦。安怎讲？迄狗哦。愈生愈侪啊，伊也无咧迄落食药啊。其实因的数量侪甲少，甲人的冲突是无啥物关系。大家应该去想着讲食物唔通摕出来，佮有塑胶袋啊，尽量莫摕出来，安尼才是甲狗相处的上好的方法。学者调查，去年台湾狗的数量差不多800多只至1000只。主管处表示，台湾狗原本是2年生一水，但是寿山这的狗食食来源伤济，狗母营养伤好，变做1年生一水，而且狗仔囝活落来的几率也提升。因此，禁止民众饲狗是上好的防治方式，也会当互狗莫甲人遐尼亲。比对其他有猴子的地区，那有猴子的地区，它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平均每平方公里猴子最多大概就是在50只以下。可是我们寿山不是哦，我们寿山从102年的大概有200，每1平方公里有200多只猴子，到现在为止是125只左右。主管处认为，在禁止饲狗了后，狗的数量逐年都有减少。不过发现这主要的狗阵也是较倚伫人济大路步道顶悬，才会常常发生狗抢物件的代志。主管处也呼吁民众唔通来寿山饲狗、饲流浪动物，安尼才会当保护因，也保护咱家己。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嘉义市立博物馆专工举办展览，要来介绍花鸡肉饭伫嘉义的历史。展览当中呢，会当有增加这互动设备，互来看民众唔但了解到这项食食的文化，也会当找找到家己喜意的口味。民众按照家己的想法来回答问题，电脑就替因找到符合口味的火鸡肉饭。嘉义市博物馆的火鸡肉饭特点，就甲市内火鸡肉饭店家资料甲特色拢记录落来，互民众会当配合家己的需求，找到合口味的火鸡肉饭。博物馆那边有一个 APP， 那个也是蛮好的那种，给外县市跟整个人那个嘉义市知道鸡肉饭的特色在哪里。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可以作为就是他们走出这个博物馆之后，然后去实际品尝，就是他们想要吃的那一碗火鸡肉饭的一个建议跟参考。这样。市府根据轰炸家己的火鸡肉饭至少有75档的历史。博物馆初步统计，家己市内有150间卖火鸡肉饭的店家，密度比4大超商搁较悬。因的口味特色、营业时间拢伫展览看会到。有业者讲，展览的举办，若带来广告，嘛互火鸡肉饭的变化愈来愈多。是来看这展览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嘉义从早到晚，就算24小时都有火鸡肉饭可以吃，还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喜欢吃健康餐嘛，就要摄取比较多的蛋白质。对。那我们也是可以特别针对，你想要鸡胸肉比较多一点，还是鸡腿肉比较多一点，都可以去做克制。这个展览原本到3月初2就要结束，但是因为火鸡肉饭业者的支持，所以延长时间到5月20。博物馆表示，
展览当中，阁有真侪火鸡肉饭的知识甲历史，希望透过展览，互愈来愈侪人来了解这个所在特殊的食食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5台北国际册展，总统赖清德的推荐名单30本册内面有3本台本册、5本的台湾版画。入选的出版社表示讲，要做这台本册，那编辑的成本真悬。上界烦恼就是这市场的反应。今麦有赖总统的推荐，也希望带动一条，互愈侪人看到咱台湾优秀的作品。轰隆，只感觉一排搁一排开演。前几天总统来说台北国际册展的时，用台语读台湾经典电影《油麻菜籽》的同名小说。今年总统的推荐册单30本内底有3本台本册入选，包括散文《配太囡仔的写书宴》、诗集《你伫风中行来》和绘本《树啊反射摇会去》，佮有5本台湾红仔册，亲像有种木过树的小店等等。有出版社表示，这个台本册台湾红仔册通入选总统册单，对因来讲是真大支持甲鼓励。台语是足水开的语言。台文嘛足优美的，总统的鼓励，阮当然嘛是讲，感觉讲搁较有即个镜头啦。老总统即个伫咱的册展哦，其实经袂少台语的册，而且嘛看到讲真侪出版社拢陆陆续续来投入台语台文的出版，我感觉这是真好的现象，因为咱会当看到总统毋但是会晓读，伊嘛会晓念，所以看台文册这件代志可能无大家想的遮尔困难。除了台语和文书相关的册，总统嘛选到这几年在国内外卖甲真好的台湾红仔册，引起真侪网友的讨论。亲像 BL 的 Day Off、女性义第3个无结婚的女人等等。本身伫咧经营出版社，嘛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刘定光肯定总统真有眼光。伊嘛认为对红仔册入门来了解台湾文书，也是各种议题是真好的方式。我们刚被删了很多预算嘛，对不对？所以很需要大家各自的努力，再把台湾这些很优秀的东西再推出去。那其实赖总统的这个贴文一发出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台漫主题或是台湾社会文史的这样子的主题的推广，其实非常的有帮助。有出版社表示，虽然台文册的出版成本悬，嘛比出华文册较费气，不过加在这几年有文化部补助台语台湾文学的出版，加上台文册市场反应未比华文册较输，出版社嘛希望总统的推荐册单出来以后，通进一步带动台文册和台湾红仔册的买气，互愈侪人看到台湾优秀的作品。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个人权绘本计划，但伊拢会透过工作坊带学员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来创作绘本。这几年开始有民间出版社出版这的作品，不过出版社也发现讲，因为这人权议题较沉重，民众接受程度无遐悬。虽然是讲这起草无介好，不过因是坚持做应该爱做的代志。黑暗色水的图，一句无人发现，且是虾米时阵经过的做故事的起头，描写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伫半暝会向互人掠走。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第3届人权教育绘本评选计划的首奖作品。去年由民间出版社出版，拜时伫台北国际册展办人权绘本读册会。创办者前辈有说，就是随着时间，他的可能周遭的朋友慢慢凋零，然后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要让我们发现才对。是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想要了解里面的一些符号，然后可能会更进一步去探讨。作者单位间希望这本绘本会当真多囡仔了解戒严时期的开始，然后豆豆去接触研究更较深的人权议题。只是讲戒严人权这款议题，因为较沉重，要引起囡仔的兴趣，转换做囡仔看有的绘本，真正无简单。出版社也坦白讲，起草确实无啥好。读者还需要时间，当然，我想在目前有资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保留这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准备，日后的研究者或者是相关关注者，其实都还有机会是可以继续深入或了解这些创作这样子。那这些故事也是需要大家持续去关注的。人权馆的人权绘本计划，逐年拢会选出各本出调的作品，参出版社直接出版。除了去年出版的发现，今年也有出版2本人权议题的绘本。虽然目前市场反应无介好，但是因讲因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做应该做的代志，互民众去关心人权议题甲台湾过去重要的历史。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
感情希望基金会正在举办全国病院巡回画展，这些作品拢是这感情病友家属护理人员做回来创作的。基金会表示，讲病友创作的过程就是这技术的治疗，希望透过画展鼓励其他病友，让因有对抗病痛的力量。得到癌症就好像撞到一个墙一样，然后就是那么硬，就是那么黑暗。郭小晶的工作是伫病院照顾癌症病人，伊本身也是癌症病患的家属，真了解癌症病友的艰苦。伊透过画这幅图，两蕊开伫壁角的花，呈现癌症病友拄着病痛困难，也继续寻求希望、无放弃的精神。我们用绘画的过程，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去抒发我们的情绪，我们去同理病人的感受，我们去整理自己的生命。癌症希望基金会举办第10届的彩绘希望画展，邀请癌症病友、家属、护理人员斗阵来创作，用画图方式来消透情绪。透过这款技术治疗，通帮助病友、甲亲友找到行落去的勇气。用彩笔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已经有疗愈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它展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看到我的生命是这么走过来的，对病人自己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疗愈的行为。癌症希望基金会彩绘希望画展会巡回转台济病院展出。基金会希望透过这挂画作背后的生命故事，鼓励同款拄着难关的民众，会当有勇气面对挑战。基金会也讲，因为提供感情咨询、心理咨询服务，一年服务超过6万个家庭，民众若有需要，拢会当找因斗相共。记者郭林玉凯新北报道。2025台北国际动漫节伫南港展览馆正式起稿，是透早就真侪民众唔惊寒排队等要入场。这日本正出名的作品，包括着美少女战士、火影忍者等作品，这画师本人拢亲身来到现场。2025年台北国际动漫节设立伫南港展览馆1馆老街展开，100间厂商800个单位共同参与。透早人势馆外几多人，唔惊低温，天都还袂光，就抢排入场。我12点搭捷运过来，1点到。这么早来的原因是为了早点进来，不然有可能会进不来。你今天 cos 的是什么？那个崩华新雄铁道的人都来观光。动漫迷伫场内一直走，惊入的商品福袋拢卖完，动漫周边商品柜台拢扫去，唔惊现金早无够，都惊买无。日本正红的作品《名侦探柯南》、《美少女战士》，也有《火影忍者》这作品的原画师加作画的感谢，小潘光春老师嘛伫现場出現。私は日本で現役のアニメーターをやっています。で、そんな日本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描き方を今日1日の中でね3回レクチャーします。因为网络时代电玩电影这个娱乐产业发展，日本动漫大量输往台湾，台湾本土的红仔册煞渐渐败弃。有出版商为了推广咱台湾本土的红仔册，就网络研究人才到出版，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会当上国际舞台。我们之前还有一部叫做那个《海伦娜与大野狼》，然后它也是那个本土作家就是画的漫画，然后热销到法国，我们还推出了个法国版的。它这个的话也有得过不少的奖项。动漫节拢总5天，预测参观的人会达到48万人，创造差不多2.5亿的商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寒流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看卖。吉人岛地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1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